心内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113年前找拣宣教师来到双连这个地区设立双连教会。经过100多冬来真侪前辈因的努力，阮今仔日才当徛踮伫即款的基础顶面，继续向前迈进。我们因为安尼来献出阮的感谢，也因为有双连教会设立，所以阮才会当领受到主耶稣基督所带来宝贵的救赎，互阮有机会真做充满愿望的人。主啊，阮感谢你，所以阮愿意将阮本身来回应你所带来的恩典。就是阮献阮本身，真做活者，来延长你的性命。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保守阮每一人的心怀意念。互阮透过今日的礼拜，搁一遍用心来研读你的话，来明白你伫阮中间美好的旨意甲计划。求主亲自赐福看顾。我也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无论献诗的妇女团契、妇女诗班，或者是诗会、诗琴、团工信息的人，拢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主亲自引带保守看顾，互阮的服侍会当帮赞正信度，将因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延长你的性命。主啊，阮也特别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即间伫即个所在已经113冬的教会，求主亲自看顾、带领、保守，互阮会当继续伫即个区域、即个城市、即个国家来做光做盐，延长你的性命。求主亲自带领、保守、看顾，阮所推动的事工，阮所推动的遮个无共款的服务机构，拢会当真做万民的祝福，也会当将救人的福音透过阮所推动的事工传播出去，互众人来领受对你遐来无比大的恩典。恳求主你看顾一切，亲爱的主啊，阮也特别将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主亲自引带保守看顾，互阮会当伫即个土地顶面安居乐业，也会当看见着主所赏赐真实的仁爱甲和平，以及公义的社会伫阮的中间，也帮助阮透过伫无共款区域的教会，拢会当接受主交代阮的使命，将救人的福音遍传出去，用福音来拯救阮的国家。恳求主你看顾这一切，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们。
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追求伊的指示。请咱三角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11首。上帝至悬，我爱称赞；上帝至悬，我爱称赞。请起立来吟全首。坐，咱做伙来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信实佮公义的上帝，我们学了你到永远，你的荣光佮威严，阮踮伫你的面前，要遵从你的名，总是又佮惊吓。主啊，阮是土粉，阮满身的污秽。一摆搁一摆得罪你，亲像细汉囝得罪老爸一样。总是你有丰盛的慈爱，甲美好的旨意，将独生圣囝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成了救赎的祭物。借着主耶稣基督宝血，一摆搁一摆的热哭、洗清以及接纳。互阮会通活转来甲主你个好，踮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得到永远的活命。感谢主，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撒旦的作为，透放正人的心，互肉体欠安的得到医治，心神论的得到永驻，互失去新人的得到安慰。主啊，我们仰望你，阮会通围内来到主你的圣殿，恳求你拍开阮的心门，陪伴心，领受对你遐来逐项的恩赐。主啊，
今仔日是释教113周年纪念主日，我要搁一摆孝念信仰前辈，关怀弱势，互世人的道步精神，甲好运的节永远行袂了的心思意念。台湾搁一摆回应助力竞选院、护调院，顺谈信心的带领，拍拼做住所交托的工，来互主你欢喜。我若要感谢主的恩典，借着魏老师传讲的信息，开拓上帝的话，通过信心的感动引带来激励阮，尽一世人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也互今早起的礼拜，对头到尾，诚做芳芳的节，献伫主你的面前。阮的祈祷无完全，我会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祈祷讲。即时，请咱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25篇，也就是信息121篇。启应文第25篇，我来启，请咱兄弟做伙来念。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是耶和华。你是太阳无常理，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学了，请妇女合唱团。所要吟的诗是对逐所在吟诗唱歌，对逐所在吟诗唱歌。Thank you.
请咱做伙来共读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5节。诗篇第1篇，第103篇第1节到第15节，第5节。第1节，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赐予你。伊用逐项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遐尼臃肿。愿主赐福今仔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信息面对死亡的力量甲欲望，面对死亡的力量甲欲望，请咱以凡心恭敬来听。今仔是咱113年的113年的这周年庆，所以咱特别邀请到魏连玉老师来甲咱对拜五开始就甲咱做伙分享今日下早伊的题目是面对死亡时的信仰力量甲愿望，咱请伊来分享。敬爱的蔡牧师，双连教会长老、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蔡牧师，互我有这个机会，在今仔日这个纪念主日内底来分享。因为我台语讲无好，所以所来请原谅我用华语来分享。真感谢蔡牧师甲我来翻译。其实我信主以前，我嘛是台湾囡仔哦，我自细汉伫厝诶嘛讲台语。以前少年时阵伫外口甲人相拍冤家诶时阵，台语嘛讲真连长。但是即马要用台语来讲道，我阁无法度，实在真见笑。请大家来原谅。好几个月前我们在跟蔡牧师还有这个双人教会的团队讨论今天主日的讲题。几个月前，甲蔡牧师甲这个牧师团咧讨论今仔日的讲题。那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大斋节期，我们即将迎来受难日跟复活节。因为咱即摆进入大斋节期，咱要迎接这个受难日甲过活节。于是我们决定在这个双人教会113周年的纪念主日，我们要来宣讲关于复活跟永生的真理。所以咱伊就决定讲，伫即个咱的纪念周年庆的时阵，甲大家分享即个关于国话甲永远话的问题。好，那我的 PPT 第一张放了这张相片，是我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念博士期间我到墓园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场景，我把它拍照下来。这张相片是魏老师伫即个英国爱丁堡大学咧读博士的时阵，经过墓园内底所翕的一张相。好，爱丁堡大学也是牧师马街博士的母校。我在那里读博士的期间压力非常的大，所以我经常舒压的方式就是到墓园里面去散步。爱丁堡大学嘛是马街博士的母校，所以伊伫遐读册的时阵，伊嘛感觉压力真大，以即个舒缓压力的即个方式，就去墓园散步。为什么到墓园来做舒压疗愈呢？因为墓园在
英国的墓园比台湾的公园还更漂亮，而且你去墓园散步的时候都没有人啊，所以非常的安静啊，你可以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疗愈。为什么要去墓园散步？因为伫英国的墓园拢非常水，而且伫遐拢无人，所以会当伫遐散步。那有时候散步1个多小时都不会遇到任何的人。时阵散步1点外钟拢无拄到半个人。难得遇到人的时候，2个人都觉得是同好中人，就会很热络的聊天起来。真难得拄到人的时阵，2个人拢真欢喜，就会开讲。但是你要聊天之前，要确认他是死人还是活人，他是阿兜啊还是阿飘。所以要开讲进前，爱先确定讲这是死人还是活人，还是外国人，还是这个过去的人因为要跟死人活人讲的话题是不一样的。跟死人跟活人讲的话题是无同款。好，那我有一次去墓园参观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景象，照片上这个景象。有一遍我去墓园咧散步的时阵，看到这个景象请问这个人在做什么？请问大概这个人在做什么？好，他在雕刻死人的名字。伊咧伫这墓牌顶面咧刻死人的名。在台湾，你到墓园看到的墓碑，墓碑上面的字都是机器工厂上面工厂里面刻的字，然后刻好之后送到墓园里面去。咱伫台湾这个墓牌顶面的字拢是伫工厂内底刻好，甲送去墓园内底。但是在英国，他们非常尊重死者以及他们的家属，所以他们是亲自找石匠把死者的名字刻在石碑上面。但是伫英国因非常尊重这个死去的人所以因会叫这个石匠将这个伊的名刻伫这个墓牌顶面。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景象，所以我征得这个石匠的同意，让我可以在他刻死人名字的时候替他拍个相片。因为我从来没看过这款的情形，所以我征求伊的同意，互伊伫咧刻的时阵，互我翕一张相。石匠同意之后，我拍照，而且他之后还让我可以跟他合照。这个人同意我来翕这张相了后，愿意跟我做伙合照。合照之后，他问我说：“因为这个石碑上面还有空间，要不要把我的名字也一起刻下去？”做伙翕相了，伊讲这个墓牌顶面还佫有空间到需要刻伊的名伫顶面。好，我喜欢到墓园里面去散步另外一个原因除了因为压力很大去舒压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石碑非常的大，它上面不只是刻死人的名字而已。我爱去这个墓园散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咱看到这个墓牌真大伊毋是干那刻些死人的名尔。好，各位你在台湾看到的墓碑上面只有死人的名字，还有他出生跟过世的日期，还有是哪一个家属替他立的这个碑文。咱伫台湾所看到这个墓碑这个通常只有死人的名、甲伊出世、甲伊过身的日子，以及什么人替伊立这个碑。可是你看外国人的墓碑这么大，他不是只是提供这些资讯，他最重要的是这个死者他在死之前，他会留1-2句话留给他的后代，于是他把这1-2句话刻在他的墓碑上面。咱看外国的这个墓牌遐尼大其实除了伊的名以外，嘛刻伊感觉上界重要的一句话，会刻伫这个墓牌顶面。各位可以想象，当一个人活到70-80岁，他要过世之前，他想要留1-2句话给他的子子孙孙，可见那1-2句话是他这一生的人生智慧。咱想象一个人活到70-80岁伊想要刻伫即个墓牌顶面咧，那一句话尔迄是非常重要。伊要对伊的子孙所讲的话。
让他的子子孙孙后来在扫清明节或者是要去扫墓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留给那个他后代的这一两句智慧的箴言。我的子孙以后要去陪墓的时阵，拢会当看见到伊要留给子孙的话。大部分英国的墓碑上面这一两句智慧的箴言，都是引用圣经，他们这个使者最爱的经文。啊，伫英国大多数的这句话，拢是引用这人上爱的经文。这也是我喜欢到墓园散步的原因，因为我可以看到这么多人，他们把他们一生的智慧留在墓碑上面。啊，这是我真爱去墓园散步的原因之一，就是会当看到这么一人将伊的智慧的言语刻伫这个墓牌顶面。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也盼望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一生的智慧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当咱面对死亡的时阵，咱嘛望讲会当将咱这世人的智慧来留互咱的子孙。今天的讲到，我要从这句话开始，每一个人与死亡的距离都是一样的。今日讲到我要对这句话开始每一个人甲死亡的距离拢是相款的。上一堂我跟华语的年轻人讲到的时候，很多年轻人读到这句话，可能很不服气。顶一堂我甲这用华语甲第二堂的兄弟分享这句话的时阵，可能有真侪少年人感觉讲无同意。他们认为，他们这么年轻，怎么会跟台语礼拜的这些年老的弟兄姐妹，他们跟死亡距离应该是比较近，我应该比较远。伊想讲我遐尼少年，开当甲其他兄弟去讲我甲死亡的距离拢是相款的。但是今天的讲道就是这张 PPT 上面这句话，没有人能够驳倒。但是今日讲到就是这句话，无人会当辩倒。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哪一天会遇见死亡，因为无任何人会当知影你当时会拄到死亡。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跟死亡的距离都是未知的。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甲死亡的距离拢是咱唔知影的。很有可能年轻人比年长的人更早就遇见死亡，真有可能少年人比年长的人较早拄到死亡。所以我们才会经常听到人家说，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到，没有人知道。所以咱时常听见着别人讲，意外甲明仔载，什么时间会较紧达到，无人会当知。既然我们每个人随时都会遇见死亡，因此各位今天要认真听今天的这个死亡真理的信息。既然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死亡，所以咱今仔爱真认真来领受这个信息。你要将今天的讲道当作是一场行前说明会。咱会将今仔日的这个讲道当作是这个行前的说明会。有一天你上路的时候，才不会走错路。有一天咱要转去的时阵，较袂惊着路。万一你今天不小心打瞌睡，最重要的信息没有听到。万一你若拄久重要的信息无听到，也不要担心，今天我讲的重要信息都有收录在我写的这本死亡神学书里面。你若毋免紧张，因为有写一本册叫做《死亡神学》，这本册魏老师所写，信息拢有记载伫内底。你买这本书放在家里，一家人都会很安心。你买这本册放伫厝里规家人拢真安心。德国有一个哲学家说，我们人是像死亡存在的存在者。德国有一个神学家讲，人是死亡存在的这个时阵的即使现在你的人生非常的健康，但是我们仍然是朝向最可怕的死亡迈进。检查你即摆的人生是非常健康快乐，但是咱依然是死亡迈进。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有限跟无助。当咱面对死亡的时候，咱发现讲咱是有限，无任何办法。
死亡，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不但让我们自己很痛苦，我们的家人，我们亲爱的家人更痛苦。当咱面对死亡的时候，唔干家己艰苦，咱厝内底的人嘛是相款哀伤。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活着人，我们没有死的经验，我们怎么可能会有答案呢？死亡是咱每一个人面对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因为咱活的人，咱拢无死的经验。不可能有死亡的答案。死去的人，他们经验丰富，他们有口难言。我去墓园参观这么多次，没有阿飘告诉我死亡的答案。死去的人虽然伊有经验，但是伊无法度甲咱讲，所以个网散播遐尼拢无任何，甚至连这咱所讲的鬼嘛无法度答案来讲。今年美国的 NASA 跟马斯克的团队，他们要把太空人送到月球去，这是人类第2次即将要登陆月球。今年美国的 NASA 加这马斯克要带人送入去搁一遍登陆月球。而这个登陆月球不是只是为了登陆月球，他们下一步要做的乃是要送太空人到火星上面。唔是干那要送人去月球嘛要送去，后一步就是要送去火星里面。因为月球是没有办法让人类生存，但是火星极有可能。因为月球袂当让人类生存，但是这火星真有可能。现在的科学家已经可以到火星去探勘，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送一群科学家到死亡这个领域去做研究。即摆科学家让人去到火星里面去探查，但是无一个人去到死亡的所在来探查。假如派一群科学家到死亡那边研究，探子回报都没有回来。咱假使老派一寡科学家去死亡遐研究到即摆拢还袂回来。因此，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死亡的答案。所以科学家无法度来讲死亡的答案。科学家只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而死。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克服死亡的恐惧，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死后的情况。科学家只会当来讲死亡的过程甲原因，但是伊无法度帮助咱克服死亡的惊吓，无答案来说明死亡。科学家只会告诉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随时会遇到天灾人祸、疾病的死亡威胁当中。科学家来讲，咱即马随时拢活踮伫天灾地变甲这人所造成的错误，甲病痛中间的死亡的威胁中间。那么，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死亡？现在我们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有一种主流的死亡观点。现在这个世界有一种主流的死亡观点。这些专家或这些相关的书籍都会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生老病死是自然的现象，要我们用平常心的态度去接受看待死亡。伫面对死亡的时阵，这科学家拢来讲，这是生命的一种自然的现象，咱用平常心来对待。请问我们真的能用平常心去看待我们的死亡吗？大家咱真正会用平常心去看待死亡吗？各位，我们这一生有很多，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的感冒，可能过去这一年你都感冒过2、3次，所以假如下个礼拜你遇到了感冒，你这个感冒的时候，你可以用平常心去看待，因为你过去已经有很多次的感冒的经验。可能咱在座的人有真侪人有感冒的经验所以当人讲你感冒的时候，你要用平常心去对待的时阵，咱会当，因为咱有做侪这款的经验。请问你有死亡的经验吗？
当你亡的经验。当你遇到死亡的时候，你跟其他人说：“我很有经验，所以我现在面对死亡，我可以用平常心去看待。”你真的能够这样说得出来吗？当大家咧讲死亡的时候，你会人讲啊，我对死亡有足侪经验，所以我要用平常心去对待。你敢不能安尼讲？没有任何的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真的可以心平静气，用平常心去看待的。无任何人面对死亡的时阵，咱用平常心去看待。刚才说，当死亡事件发生的时候，不但当事人很痛苦，连当事人的家人也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这样我们怎么能够用平常心去看待死亡呢？拄则有讲过，当死亡发生的时阵，毋是干那家己痛苦，连咱活伫厝内底的人也相款痛苦。真正袂当讲，咱用平常心去看待死亡。任何人只要面对死亡还有机会的时候，还有盼望，他总要替死亡找到出路。任何人，咱拄到死亡的时阵，如果若有一条出路，咱一定会找这个出路，想要甲伊拼一个。基督教信仰在面对死亡的问题，他提供的解答，他提供的答案是上帝所应许基督徒的永生。咱的信仰面对死亡的时阵，咱讲基督徒的答案就是永远活。死亡的问题，上帝已经替我们提供了出路，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信任上帝的真理的指引，他以及他所替我们预备的永生。死亡的问题，上帝已经替咱找出路。咱只要信任上帝，了解死亡，上帝对死亡的应允。而上帝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的方式，就是透过他独生爱子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付上了这个死亡的代价，所以我们称耶稣是我们的代罪羔羊。上帝解决死亡的问题，就是透过伊的囝耶稣基督替咱死，成做代罪羔羊。伊是别个顶的受死，互咱会当得到永远活。因为耶稣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难、舍身流血，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得着上帝所赐给我们永生的应许。因为耶稣是十字架顶的受苦，所以咱信靠耶稣的人会当成做上帝的儿女，会当克服迄个死亡所带来的惊吓，迈向永远活。这就是受难节跟复活节以及福音的真正的信息。这就是受难周甲各活节的福音的信息，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基督的恩典里面都能够出死入生。互咱每一个基督徒伫这个基督的恩典中间，都会当出死入生。我们在双连医院的附近，我们经常听到救护车，只要救护车一出现，所有的其他的事情，其他的车辆都要让救护车先过。咱姨妈甲病院的附近，咱知影，若救护车来，所有的车拢按让伊行过。耶稣的救恩就好像是上帝那边派来的救护车一样，要把我们从必死的地方带我们进入到永生。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亲像上帝遐来的救护车同款，要将咱的确死的这个生命救咱脱离迄个所在，然后去到永远活的城。但是讲到永生，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讲到永远活有一个真困难处理的问题。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常跟人家讲信耶稣得永生。咱去传福音的时候，咱常常对人讲信耶稣得到永远活。我们还把这句话刻在福音车的引擎盖上面。咱常常将这句话刻伫这个福音车的这引擎盖顶面。不信主的人，要是被这台车撞到，可能还有机会得永生。无信主的人去互这台车弄到，可能会当得到永远活。但是我们
在教会外面跟人家讲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还要替基督徒办追思礼拜呢？咱伫外面对人讲信耶稣得到永远活，但是伫教会中间咱也举行追思礼拜。上帝不是应许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为什么教会需要替弟兄姐妹办追思礼拜？圣经中间讲信耶稣的无地到灭亡，反得到永远活。为什么咱去举行追思礼拜？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理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答这个问题？要怎么理解上帝所应许我们出死入生得着永生的生命呢？咱到明解说这件代志，明去了解讲，上帝要互咱出世入生的这个问题。好，我们要分2个层面来讲。首先要讲灵魂的永生跟身体的永生。咱要分2个层面来讲，一个首先爱讲灵魂，另外一部分爱讲身体。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讲，有一些基督徒科学家，他们尝试用科学的方式来证明人有灵魂，还证明说灵魂是不灭的，是有永生的。今日无出的时间，甲大家分享，有出些科学家，伊要证明讲灵魂伫地，而且灵魂是永远袂死。因为基督徒信的不是科学家的证明和讲法，基督徒所信的是圣经启示的真理。因为咱基督徒所信的，毋是科学家所做的实验，是信即圣经中间的真理。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有灵魂，而且灵魂跟身体一样的重要。圣经真清楚来讲，人有灵魂，而且灵魂甲身体相关重要。所以在约翰3书那边的祝福是：愿所有的基督徒身体健壮，灵魂兴盛。所以伫约翰三书的这祝福是讲身体甲灵魂拢相关丰盛。圣经有讲，当人身体死后，灵魂会离开身体。圣经嘛讲，当人身体死了，灵魂会离开身躯。创世纪这段故事，当拉结生了他老幺，他有惨难。圣经记载，当拉结将要死的时候，他说拉结的灵魂要走的时候。伫创世纪中间，列结要生囝的时阵，发生这个难产圣经安怎描述就是讲，伊将要死，灵魂要走的时。列王记记载，先知以利亚替一位已经过世的小孩祷告。圣经描述，先知祷告之后，那个死去的小孩的灵魂回到了小孩的身体，这个小孩就活过来了。列王记上悬记载以利亚替一个死去的囡仔祈祷，圣经记载讲，伊祈祷了，这囡仔的灵就去进入伊的身体。圣经还告诉我们，当基督徒肉体死后，神要把我们的灵魂接到天上，与主同在。圣经别人讲，当信徒的肉体死了，上帝要将咱的灵魂接去天顶，甲主同在。所以圣经好多处应许基督徒说，神必不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所以圣经过来为拢写讲，上帝的确无将咱的灵魂放杀伫阴间。司提反在殉道之前，他祈祷说：“主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司提反伫要顺道进前，伊祈祷讲：“主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所以司提反殉道的时候，身体虽然已经这个死去，但是他的灵魂被主接到天上。所以司提反伊死的时阵，虽然身体已经死，但伊的灵魂受上帝接去天顶。路加福音记载，那个在钉十字架旁边的那个罪犯，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告诉他：“今日你要同我在天上乐园。”路加福音记载迄个甲耶稣共顶十字架这个罪犯耶稣对伊讲：“你今日要甲我相反的路内底。”很显然，那个罪犯在当天那个死去的时候，他的
身体还是在十字架上，可是他的灵魂却被主接到天上的乐园。所以伫遮咱真明白，就是讲，迄个死去的罪犯，伊的身体依然伫这十字架顶，但总是伊的灵魂已经去到路远。腓立比书这边记载，保罗说他要是活着，就是为主做工，但是他死的，就是被接到主那里去。假如让他有选择，他宁可到主那里去，因为那里是好的无比。保罗伫腓立比书就讲，伊活的是为基督，但是伊死了就利益，如果人选择的时阵，伊情愿离开世间，甲基督相合对地。因此，当我们基督徒死了之后，是被主接到那里去，而且保罗说到主那里去是好的无比。所以咱会当理解就是讲，咱基督徒死了，咱的灵魂就被接去主遐，而且照保罗所讲，安尼是非常好。因此，对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灭亡，而是要到天上去享受跟主同在那个更美好的福乐。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死不是灭亡，是要去天顶甲主享受永远的福乐。接下来要来讲基督徒肉体的永生。这说咱们讲基督徒肉体的永远活，这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刚刚讲到，假如我们肉体有永生，那为什么需要办追思礼拜呢？这是真困难的问题。假使来讲肉体有永远活，为什么咱爱办追思礼拜？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新约圣经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讲法来做解释。要解决这个问题，咱来对新约圣经中间一个真特别的讲法来解说。新约圣经称那些死去的基督徒，不是称他们是死了，而是称他们是睡了。新约圣经剩下来身体死亡的这基督徒，不是讲因死，是讲因困去。这个睡了的称呼，就是最重要的关键。这困去这称呼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圣经记载，这个耶稣复活之后，曾经显现给500多位弟兄看，其中有一半看过耶稣复活的还活着，另一半圣经不是说他们是死了，而是说那些人睡了。圣经中间记载有500外的这信徒看过佮爱耶稣基督，然后讲其中一大半，如今犹原伫地，但有另外一半因不是讲因死，是讲因困去。另外一段圣经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要改变。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天使的号角响起的时候，死去的人身体要复活，这个必死的身体要成为不朽坏的身体。圣经另外一位讲，咱不是拢要困，咱是要改变。当这个扫角响的时，死人要对死中去活，真做袂朽烂的。咱嘛爱改变，真做袂死的。另外一段圣经讲到这些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另外，伫圣经中讲，这主内底困去的人，这些在主里面比我们先睡的人，也就是比我们先死的人，当在周末耶稣再来号角响起的时候，这些人要先被提到天上。圣经中讲，这个比咱较早死去、较早困去的人，伫这个国外的时阵，伊要比咱更较早被提到天顶。这些人死里复活，先到天上，而后我们还活着的基督徒，我们才一同被提到天上，然后在新天新地与主同在。这已经死去的人，先被国外了，被提到天顶，然后咱这个活着的人，才被提到天顶，伫空中三角拄着。我们在新天新地，上帝应许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伫新天新地中间，无死亡，无悲哀，一切代志拢过去。就是上面这3段经文，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基督徒不但灵魂有永生，身体也有永生。就是因为顶面所讲的这三大经文，互咱知影，唔简单灵魂会当得到永远活，身体嘛会得到永远活。刚才讲过，灵魂有永生，是因为当我们肉体死了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被接到天上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福乐。拄则咧讲，这灵魂有永远活，是讲咱死去，咱肉体死去的时阵，咱灵魂被接受天还是甲主三合地的，是永远的福乐。所以灵魂没有经历过死亡，因为在肉体死的那一刻，他就被接到主那里去。所以灵魂无经历过死亡，当咱死的时阵，灵魂就被接去天顶上帝遐。好，第二，从身体的角度，身体虽然它是躺在棺材里面，但是它不是死了。圣经说那是睡了。对身体角度来看，咱身体虽然倒伫这棺木内底，但是迄毋是死去，是困去。睡了跟死了的差别就在于，只要基督徒会醒来，你都不能说他是死了，不能说他灭亡，而是说他是睡了，只是他睡得比较长而已。困甲死会无共款，就是当这个人来个醒起来，人讲伊是困，这甲死去无共款。我以前在信耶稣之前，有一段黑道人生。我伫信耶稣之前，我有一段黑道的人生。我在黑道的时期，经常打麻将，而且每次打麻将都是打2、3天可以不用睡觉。我伫黑道的时期不时咧拍麻将若拍麻将拢是拍几6天无困。2、3天不睡，假如你家里有年轻人常熬夜，你会发现他们一睡可以睡10几个小时。那几6天无困的人通常一困拢能困10几点钟。有一次我打麻将回到家，睡了10几个小时都没有动静，我妈妈很担心。有一遍我拍麻将，几日暝无困，回去困10几点钟，拢无动，我妈妈真烦恼。她想说，她小孩10几个小时都没有从房间出来，会不会死在床上？想讲，这囡仔伫咧困伫内底困10几点钟拢无起来，敢会已经死去啊？我妈妈来到我的床边，用手指头探着我鼻孔下面，看我有没有还有呼吸。伊妈妈入去甲伊的房间，用伊的手放伫伊的鼻孔的面，看到有咧呼吸。当我妈妈这样做的时候，我刚好梦到我打麻将自摸了。当伊妈妈做这动作的时候，伊拄梦到讲伊拍麻将自摸。于是我手伸出来说：“主摸。”所以手就伸出来讲自摸结果摸到的不是麻将，是握到我妈妈的手。叫去摸到伊妈妈的手。我妈妈吓得半死，我也吓得半死。伊甲伊妈妈拢非常的惊。虽然我睡了10几个小时，但是只要我能够自摸，我能够醒来，你不能说我是死了，而是说睡了。虽然伊困真久，但是伊个会当醒起来，你别当讲伊死，你也当讲伊困去。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睡了500年。罗丁马丁甲加尔文因困500天。保罗他睡了2000年。保罗困2000年。只要他们能够醒来，你都不能说他是死了。只要伊会当醒起来，你拢袂当讲伊已经死。马可福音有一个故事，大家很熟悉，就是管会堂的女儿生了重病，管会堂要耶稣赶快到他家来替女儿来治病。马可福音有记载一个故事，就是管会堂的街路，伊的查某囝死，伊要叫耶稣来救伊。管会堂跟耶稣走在路上，仆人来告诉他们说：“不用来了，刚才请你们小跑步，你们慢慢走。现在小女儿已经死了，你们不用去了。”街路甲耶稣行伫路林管会堂的人罗卜来因报告讲这查某囡仔已经死恁用散步的方式伤慢，叫你用走的，你无要用走的。但是耶稣跟众人说：“继续走。”
但是耶稣对众人讲，继续行。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到大家都在哭，因来到街路的厝内底，发现所有的人拢在哭。耶稣对众人说：“小孩不是死了，是睡了。”耶稣讲，这查某囡仔不是死去，是困去。接下来圣经记载，众人就嗤笑耶稣。接续圣经记载讲，众人就拢笑耶稣。为什么大家会嗤笑耶稣呢？为什么大家会笑耶稣？因为小女儿是死了，怎么耶稣说小女儿只是在睡觉呢？因为根据伊的判断，这查某囡仔已经死啊，为什么耶稣讲伊困？但是根据圣经，后来耶稣让小女儿从死里复活，所以从耶稣的角度，的确小女儿是睡了，后来不是醒了就走出来了吗？但是咱看圣经，后来耶稣互伊对死人中告我，所以对耶稣来看，伊是困去，毋是死。但是对众人来讲，因为他不理解死亡的真理，也不了解耶稣能够击败死亡的权柄，所以他们嗤笑耶稣。但是对众人的角度来看，因毋相信耶稣有迄个能力，互伊对死人中告我，所以因笑耶稣。第三点，我要来讲的是，基督徒的身体真的是没有经历过死亡，也没有感觉过死亡，因此也没有死亡的记忆。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那些过世的基督徒，他们经历到的是一个长时间的睡眠。接续我要讲的，基督徒的身体嘛无感觉到死亡，伊是困去，只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困眠。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大家就会清楚，而且会牢记下来。我举一个例来说明，大家就记了清楚。各位知道，在台湾买棺材是非常贵，你知道吗？大家知影，伫咱台湾咧买棺材是非常贵的。我在写《死亡神学》这本书的时候，替我爸爸、我大哥过世，这2个追思礼拜都是我亲自的去办理。我咧写《死亡神学》这本册的时阵，我捌替我的爸爸甲我的大兄办过这个告别式。在办追思礼拜过程，我替他们买棺材，也替他们找墓园。伫这个准备告别礼拜的过程中间，我替因找这个棺木，也替因找墓园。我跟殡葬业者接触，才知道台湾的棺材贵得太离谱，赚死人的钱。我甲这个礼仪社的人接触，我较知影讲台湾的棺木是非常贵，我没有办法接受，钱。只是几片木材要好几万块。我无法度接受讲只有几块茶尔，爱几万块。于是我打电话给 IKEA， 问他们有没有 DIY 的棺材。所以我拍电话给 IKEA， 讲到有迄个会咱家己做的棺木。接电话的人认为我是来乱的，接电话的人认为我来乱的。我只好回到棺材店去买棺材。我只好倒去棺材店去买棺木。我替我爸爸买的棺材非常贵因为他是我爸爸。我替阮爸爸所准备的棺材是非常贵，但那个是我爸爸。那个这么贵的棺材，我爸爸只用了2个小时，因为在台北市规定要火化。我爸爸办完这个追思礼拜，2个小时之后就拿去烧了。这非常贵的棺木，阮爸爸只有用2点钟，因为咱的台北市规定讲，爱马上爱烧掉。我觉得这样子实在很不甘心，也不划算。所以我感觉实在是真唔甘愿嘛算袂好。所以我想到，既然我自己以后也要用到棺材，为什么不趁年轻的时候我就买来用呢？我就想讲，我既然以后嘛爱用到所以我就趁少年的时阵会当先买来用。于是有一天，我到了棺材店去找老板，而且我跟老板说，可不可以让我试躺棺材？所以有一天我去这个棺材店找头家，头家要求讲，我要先倒看卖。这个老板说，他祖孙3代经营棺材店，从来没有遇过要来试躺棺材的人。讲这个头家讲，
对祖先三代吼做来做这广播店吼，从来捌听过有人要先来试用。他说我是癌症末期吗？啊，伊问讲啊，你敢是肺癌的末期？我跟他讲，我想要买棺材提早回去用。哦，我来讲，我想要先买棺木，先提早等去用。老板后来给我试躺了很多棺材，最后我发现有一个非常满意。头家互我试到足侪无共款的棺材，我发觉讲啊，这个我非常满意。老板听到我的说法，非常的感动。他说最近棺材的市场竞争很激烈，他打算拍一个 YouTube 的影片，他想要找我当演员。头家看伊真有诚意吼，就讲啊，无你来帮我拍这个宣传的影片，因为最近这棺木的生意竞争真大。我说找我当演员就对了。后来谈了整个拍片的这个情节过程都非常顺利，最后讨论到这个拍片的酬劳。这伊嘛真欢喜啊！伊讲你找我就对啊吼但是在讲这个拍片的这个天数吼最后讲到拍片的这个这个酬劳老板说拍片的酬劳就是再免费送给我2个棺材。这头家就讲拍片的代价就是各送伊两个棺材。我说我刚才买个棺材已经够用，你都送给我2个棺材。我讲我已经买一个，你搁送我2个。所以我去很多教会都乱讲话，牧师不太敢得罪我。所以去真侪所在拢凊彩讲话吼，免得哪一天我拿棺材去送给那位牧师。免得讲伊有一天摕棺木去送我这牧师。而且我送的时候还跟他讲，你需要用的主都知道，他亲自替你预备。而且佫会当来讲你需要用的主拢知影，拢会为你准备。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棘手问题，我把棺材买回家要放在哪里呢？另外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讲，我买这棺材，我要放伫倒位？我放在客厅，我妈妈每天起床一开门就看到棺材。我若放伫客厅，我妈妈在起床就看到这棺木。她说：“你这个搞死囡仔，你这个还是孝子吗？”你这个搞死囡仔不好。我跟我妈妈说，不如我把它放在阳台上面。无我来放伫这个阳台顶面。但是邻居每天开门就看到棺材，这样子跟邻居感情不好，没有办法跟他们传福音。安尼厝边看到感觉有欠损安尼甲厝边的感情无好袂当传福音。于是我跟我妈妈讲说，不如我们把棺材放在这个衣柜间里面。所以我就将这棺材放伫这个衣柜间内底。平常还可以放一些衣物当储存的空间。嘛咱做这个衫橱会当放一寡衫。我妈妈也是双联教会的会友，她在双联教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我特别感谢这个蔡牧师，他非常喜欢蔡牧师的讲道，我特别感谢双联团契跟基地团契对我妈妈的照顾。我的妈妈嘛是双联教会会友，我直接得到真好的照顾。那因为这个双联教会很照顾我妈妈，所以我有打算在复活节过后邀请蔡牧师到我家来吃饭，请他吃饭。所以因为要报答咱双联教会所以有要邀请我搁活这了去因家食饭。那天吃饭吃得比较晚，我们2位还多喝了2杯。这假设的迄天食了之后嘛，阮2个搁啉2杯啦因为很晚了，我请蔡牧师可以在我家过一夜。所以就请我伫因家过暝。但是我跟蔡牧师讲说，我家没有多余的床。然后我讲因家无给出来眠床，但是衣柜间里面有一张棺材。蔡牧师要是不介意，请在棺材里面过一夜。我会当伫伊的棺木内底过暝。
现在冬天比较冷，蔡牧师躺进去之后，我还把盖子盖上，免得他着凉。冬天的时阵刮卡的，较袂寒哦。那我知道蔡牧师很怕吵，所以他盖子盖上之后，我还会把钉子钉起来。因为惊我吵到伊啦吼，所以就迄砍不来了，佮用钉仔钉来。那你说这样晚上半夜的时候，蔡牧师要出来上厕所怎么办呢？暗时要起来便所要安怎？圣经应许叩门的必给他开门。圣经有讲吼，拍门的就来开门。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刚才我讲到，真的我肉体死后，我去躺在那个棺材的时候，请问我的肉体感受得到那个棺材的舒服吗？因为我拄则讲着，咱若死亡了，咱倒伫这棺木顶面，咱敢会当感受到迄个棺木的舒适？我刚才说过，当我肉体死的时候，我的有感觉的灵魂是被主接到天上，所以我的肉体是没有感觉的，我怎么能够感受到棺材很舒服呢？拄则咱讲过，咱肉体死亡了，咱的灵魂是去到上帝遐，所以这肉体无法度感受到，快活还是无快活。所以我既然感受都不到那个棺材，我才觉得花这么多钱去买那么贵的棺材不划算，所以要提前去买来用。咱肉体既然袂当感受到这个棺材的舒适，安尼咱死亡了，倒伫遐真浪费。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过世之后，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感受不到棺材，因为有感觉的，已经那个灵魂已经被接到天上去。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咱基督徒死亡了，咱灵魂已经去到上帝遐，咱无法度感受到其他的代志。当耶稣再来号角响起的时候，我在棺材里面的那个身体，已经主让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成为不朽坏的身体。我的身体再醒来的时候，已经非常健壮的身体。所以当迄扫角响起来的时阵，咱肉体佮醒起来的时阵，咱是上帝已经把咱换一个非常健壮的身体。所以，当死亡发生的时候，我的身体是没有感觉，没有感受过死亡。等到终末号角响起的时候，身体再复活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已经是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所以死亡发生的迄个时刻，咱无法度感受到咱死亡，只有咱醒起来了，咱才有感觉。所以，单是从生理的经验来讲，从死亡发生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感觉过死亡，因为我唯一有感觉的，灵魂已经被主接到天上。所以对生理上来看，咱伫死亡肉体死亡了，一直到咱搁活的时阵，咱拢无迄个感觉基督徒的确有肉体的永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死亡，我们经历的那个肉体经历的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睡眠，而后他还会再醒过来。咱基督徒真正有肉体永远活，因为咱肉体无经历过死亡，只有经历过一个真长的困眠。现在的科学家提供了一种服务，叫做低温冷冻人体。这现代科学家伊提供一种服务，叫做增加温度冷冻人的身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2个美国的机构提供这个服务，他们的服务是这样子：譬如说，当我的爸爸因为心肌梗塞去世的时候，他在去世的时候，立刻用250度的低温把我爸爸给冰起来。伫美国两公司会当提供这款的服务，就是讲人若死的时阵，迄个时刻会当用迄个零下250度的低温将人冷冻起来。为什么科学家这么做呢？因为他们有一种想法：现在的科学，当人死后没有科学束手无策，可是50年、80年后的科学家，会不会他们有解决的方法？
为什么用这款的方式？就是讲，咱即马可能无法度解决这个人即马的病痛，但是可能来冷冻起来，经过50天了，这新的医学会让医好这个病。等到50年、80年后，科学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再把我爸爸解冻，那个时候把我爸爸医好。当50天、80天了，科学会让将这款的病医好，再将伊的爸爸来解冻吼，然后会当来伊的病医好。假如这样的假设成功了，当我爸爸50年、80年后再被科学家给医好、活起来的时候，我爸爸他的想法里面会认为他只是睡了一个很长的觉。如果若照这款的情形，50天、80天了，伊一解冻了，医好了，伊只是会感觉讲我困一个真长的困眠。因为他没有死去，他后来醒来了。因为伊无死去，伊后来醒起来。因为这个低温冷冻人体的服务非常的昂贵，现在我写书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有超过100位亿万富翁买了这个服务。这款冷冻身体的服务非常贵吼。伫咧写迄本册的时阵，差不多有100个亿万富翁因要做这款的。所以现在的有钱人，他们不是去买棺材，是去买大冰箱。即马有钱人毋是去买棺木，是买迄个冰箱。接下来我们要清明节，我们一般的人清明节都是去扫墓，去墓园除草。咱伫清明的时阵会去墓园内底陪墓。现在有钱人他清明节不用除草，他是去大冰箱除霜。即有钱的人是去大冰箱内底除霜。各位，假如连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科学家，他们都相信靠着科学可以从死人复活，为什么基督徒不相信这位创造生命的上帝对我们的应许？连遮尔济无信主的人，拢相信靠着医学的科技会当互死人搁活。为什么咱基督徒唔相信这个创造生命的主会当互咱对死人中搁活？我有一次到嘉义演讲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有一位嘉义长老教会的牧师听完之后，他跟我说：“魏老师，他非常坚持要土葬。”我有一遍去家己演讲的时阵，有一个长老教会牧师，伊非常坚持讲爱土葬爱土葬。因为他认为根据圣经这个死亡的时候要像睡了，所以他希望躺在棺材比较有睡了的感觉。那假如用火葬这个火化的话，都烧成灰了，而且他跟他太太感情不好，他太太邻里把他灰都乱撒在这个海里面、水沟里面，所以他觉得不像睡了，所以他坚持要用土葬。伊讲土葬较有迄个困去的感觉吼，用火葬吼，人变做灰吼，若因太太甲伊感情无好，后边来压，伊人就无去啊吼。我跟这个嘉义长老教会的牧师说，请不要担心。我来这个地方教会牧师讲，你唔通烦恼，因为圣经说，当周末的时候，连你在大海里面的灰都要被交出来。上帝要让你死，上帝是死无变有，化成灰的也能够死里复活。但圣经中间记载讲，伫将末的时阵，连大海内底所有的物件拢爱被提出来连你化作灰，伊嘛会当来变做活人。这位牧师听了，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就放弃了去买一块土地，也放弃买棺材的念头。放弃这个一定要土葬的这个坚持。这个牧师的放弃一定要土葬的坚持。所以结论来说，不论从灵魂不死或身体再复活的角度，基督徒的确没有经历过死亡。所以结论来讲，无论对灵魂未死、身体搁活的这角度来看，
人基督徒拢未经历过死亡。基督徒只有睡了，没有死了的信徒。基督徒只有困去，无死去的信徒。死亡也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和神的同在隔绝。死亡也袂当互咱甲上帝听，甲上帝同在隔绝。因此，当我们去探访那些临终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带着他们哀伤，而是要让他们在这个神的应许当中找到信仰的信心、力量跟盼望。虽然去关怀迄临终的信徒的时阵，咱毋是要帮助伊面对死亡，反倒等咱是帮助伊去建立伊心中对上帝永远我的愿望。圣经应许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真理，这个是应许。圣经中间应允讲，信耶稣的人无地到灭亡，反得着永远我，这是应允。刚才今天的讲到经文说，上帝一定要救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今日经文讲，上帝一定得较救赎咱的生命脱离死亡。只要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活的。只要咱伫上帝内底，咱拢是活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亲爱的上帝，阮何等感谢你！虽然我们有许多的罪恶过犯，我们是不配的罪人，但是你赐给我们基督的救赎的恩典。虽然阮有真济过犯错误，阮拢是罪人，但是你赏赐阮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得着永生的应许。阮伫基督内底成做你的儿女，得到永远我的应允。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出死入生，得着永生。感谢你，让阮伫基督内底当出世入生，得到永远我的应允。求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重病跟死亡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力量跟盼望。求主帮助阮伫面对重病甲死亡的时阵，会当有永远我的愿望。当我们身边的亲友、家人在面对重病死亡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将基督的救赎恩典、基督的福音传讲给他们。当阮的亲人朋友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阵，求主帮助阮会当将永远我的愿望传予因。我们向你献上无尽的感恩。阮向你献上阮无尽的感恩。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阿门。现在大家来吟诗歌，释教100周年纪念歌，释教100周年纪念歌，请下这起立来吟全首。一
请咱备办心来奉献。大家来祈祷，亲天父，感谢你使阮财前济济，愿阮所奉献的分别做圣，成做教会路用。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会众请坐。请拍开周报，周报第4页。第1点，本周特别事工。第一，本主日是本会设教113周年纪念主日，特别为着教会建堂基金来奉献，呼吁咱兄弟毋通袂记哩相连的精神，甲宣教的初衷，主动参与教会逐项宣教事工，并且用奉献甲祈祷来支持教会事工的推展，同心合意，承先启后，福音讲传。第二，
感谢几连甲老师连续3天来，透过培灵会、同工训练会，甲主日礼拜正道，带互咱侪侪的勉励甲帮赞。愿上帝赐福贵老师的各项事奉稳上加稳，力上加力。再来是具体关怀，第一项，本的会友郑阿娜姊妹的老爸，郑朝辉兄弟伫2月22日安孝主怀，嘛要定伫3月14日，就是即礼拜六的上午10点，要伫圆山教会举行追思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参加，愿上帝亲自安慰慰祝。第二，恭喜本会会友李玉贤兄弟，也就是李文雄兄弟甲张美基的长老，因的大汉后生吼，甲林义颖姊妹要定伫3月14。嘛是即礼拜啦，伫下晡点半，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莅临观礼，愿上帝赐福新人。第三，恭喜本会董英宏执事甲潘元珍伉俪伫3月7日，得到一个千金。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以上，即是要煞只请蔡俊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位礼拜的新朋友。介绍的时阵，请新朋友起立，互阮大家来欢迎。第一位是钟启安弟兄。好，这头人家哈，欢迎。好，目前住伫台北哈，欢迎哈，谢谢。第二位是素珠甲柯俊兰夫妇。这今仔个第一遍来到咱中间，我无介绍到的。伫遮嘛要感谢魏老师即几工来调播替咱分享真侪真重要的信息，咱鼓掌来欢迎伊感谢伊。另外妈妈迄个秀苗这敢是中间，伫遮还有感谢姐姐甲哥哥拢伫遮啦欢迎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8月当中设立少年教会，互阮伫即个教会中间会当明白主要所祈祷，以及伊所带来的恩典。这是阮一生上界大对上帝所领受的礼物。主啊，阮感谢你，阮爱用生命来回应你，求主你赏赐阮。教野的智慧，会当明白你的心意、你的计划，互阮的教会会当照你的计划来进行，用光你的生命。我也将阮中间有身体病痛，求主医治；心神软弱，求主安慰；有失落亲人的，求主亲自赏赐永远我的愿望伫阮的中间。阮中间也有欢喜的事。有人将要进入婚姻新的家庭，有人得到上帝所赏赐水的产业，就是上帝所赏赐的婴仔，伫因的家庭，阮为着因来祈祷，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伫阮的生活中间会当来荣光主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是请咱来吟诗、散会诗，
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兄弟做伙起立来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要到下温强受切克。